棉人家坐落於廣州市番禺區嘅核心區域，周邊配套成熟，共有6棟建築，383個房間，可以容納超500位長者入住。中國太平作為一家具有近100年歷史嘅民族保險品牌，亦係唯一一家總部設喺香港嘅金融央企，持續加大對健康養老服務領域嘅探索實踐。喺木棉人家，眼及所處都係熟悉嘅環境。中國太平木棉人家落地廣州，成為繼上海梧桐人家、三亞海棠人家、成都芙蓉人家後，首個服務大灣區嘅 CCRC 項目。毗鄰三甲醫院，亦讓一家人更為安心。家代表嘅可能唔單止只係一間屋、一個門牌號、一個地方之所以被稱為家。尤阿姨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如今住喺木棉人家。一個公眾貨物裝卸區17號有工人。就在家裏咯，這個不就是我咯？當時應該是20幾歲吧，1959年建的。5年前，佢喺香港嘅一間大學退休，碰上咗香港老屋拆遷，於是佢開始考慮未來嘅養老問題。香港養老院，因為我是探望一些長輩嘛，就一個床位啊，所謂的房間也是板間的，就是上面是通的那種，就小小的。喺香港能夠負擔得起嘅養老院，都唔能夠令佢滿意。於是佢將目光放咗喺姐姐所定居嘅廣州。最重要就是我跟他聯繫很容易，坐地鐵到這個先到廣州南，再轉一個站，在香港住這個老人院，9000多一個月。可是他只有一張床，什麼都沒有。這邊多一點點錢，我都享受，就是酒店式的服務嘛。社區嘅位置同環境讓佢一眼睇中，於是尤阿姨抱住試一試嘅心理北上養老。看到人家在對自己國家的那個旅遊得很奇怪，就說：你的國家在哪裡啊？人家有，為什麼就是從這個開始？然後一直留意了。也可能你是有一種好感，你是親戚在外面。對，所以是基因吧，是對。與祖國相近，與家人相聚，牽掛、羈伴、溫暖、依靠、自在、安心。呢個係一棟棟舒適明亮嘅房子，亦係一個個溫暖有愛嘅港灣。粵志源，家常在，中國太平，歡迎長者們回家。